标吗？戴娜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，你做的太过了，我会向斯特林家族直接提出申请，我接着到天海来对付你。你要是真的有办法，就不会打电话来跟我说一些废话。别闹了，谢言，我也就是陪你玩玩才接这个电话的。挂了。主任回来了。你们下班了？基本没有电话打来了。18层那边好像出了什么事，大家正在紧急会议，也没有我们技术部什么事了，大家也该休息了。你们走吧。主任再见。再见。证书和苏子版证书我都拿到了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让他们跟你说。为什么会出现资金回笼的问题？我们和天浪公司博弈，本来股价已经被他们抬高到基价的2到3倍，但是他们还不肯放手。不松口是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不是要回收资金、回购股份吗？没错，我们已经和一部分投资人签订合同，受天浪的影响，这部分价格比较高，现在停止合同，投资人可能愿息事宁人，我们只需要支付滞纳金。当然，如果投资人好说话的话，我们可能连滞纳金都不需要。是投资人不肯松口？根据推测，是天浪授意他们这样做的，他们想拖垮我们的资金链。如果投资人不同意合同，我们的损失有多少？至少是收购天浪总资金的2/3。这么多？怎么可能？这才1下午的时间，我们总共接触了多少个投资人？下午，一家风投公司找到我们，想出手天浪今天的股份，因为价格比较合适，我们和他签订了初步合同。还没来得及汇报，这份合同已经出现在了网上。这是天浪集团和苏氏在围攻我们。原来天浪集团一直不和我们同盟，是因为他已经找到了盟友。是我晚了一步。现在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，想想下一步。马上召集法律部的所有人。天亮之前，我要捋清所有的合同，看看损失到底有多少。听见了吗？快去法律部。我们2个现在一定要轮流休息，对方现在一定会有大动作，我要保证我们2个有一个是醒着的。你先冷静点，石头。如果爸爸他还在的话，你别说这种话。现在红顶的人都会陪你到天亮，不要在大家面前软弱。我该怎么办呢？我也会陪你到天亮，等你休息之后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别的办法？他们用了这些手段，就一定留下了破绽。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完成不了这些工作，明天天浪的人一旦发起攻击，我们就毫无招架之力了。我明白，我会陪着你。林总，法律部的人都到了。
现在几点了5点半了。喂，云总，过去的几个小时，红鼎有9%的股份都被苏氏买走了。什么？现在还不确定他是怎么买到的，但是按照这个比例算，可能公司内部某些高管也……喂，段总，于总电话打不通。他在这儿，你有什么事？昨天晚上，陈总谈的那几个合同，现在有1多半他们要单方面终止合同。没事，你想想别的办法。好强大的资本关系网！我赢不了的。这种资本关系网，我连见都没有见过。我到底应该怎么办？魏总，已经确定拖住红鼎了。有没有法律上的顾虑？完全没有啊，完全合法。这次是红鼎自己走入圈套的。这个圈套不是我们设计的，总感觉在我们之外，还有人在下这盘棋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先放缓对红鼎的攻势。唇亡齿寒的道理吗？没错，本来只是想由我们先占据上风的，再由我们提出联手，这样才会有对等的话语权。没想到红鼎在一夜之间，没有红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对抗苏氏了吗？我哥哥起家的时候，虽然我没有参与，但是故事我还是知道一些的。你永远不知道苏氏集团对天海市的掌握力有多惊人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吧？现在这个老怪物还没死，我不相信这种掌控力会减退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安排放松对红鼎的牵制。你不是跟你的妻子情比金坚吗？我都不骚扰了，你还来干什么？红鼎遇到了麻烦。这个麻烦还不小吧？商界的新闻可是给了你们一整个版面。你现在不应该在他的身边吗？啊，还是你觉得，即使你在他身边，也帮他不了什么？我恳求你，帮帮女婿的。怎么办？要不要通知飞哥？你赶紧给他打电话。喂，飞哥，红鼎出事了，看新闻了没有？新闻上怎么说的？说是开发区停工暴乱。我这边还有其他的事情，你跟姑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行，稳住局面就靠你们了。知道了，飞哥。红鼎上下还真是团结。这个企业已经经历了很多磨难，连你的同事都这么努力的挣扎，而你却来求一个局外人，这样合适吗？要不你给我讲个故事听听吧，就讲你跟云总裁的故事好了。你肯帮忙吗？可能会，可能不会。我不是说过吗？
红鼎的命运也许就掌握在一个贴身保镖的手。